好来，要继续来看，即摆大都市有真侪家庭拢无家己煮食，拢是叫外送。来看即个高雄市，根据着外送平台的分析，高雄今年度的订单，甲去年同期比起来，成长将近8成哦。啊，讲高雄人上订外炸、外送的食面的前3名，肉燥饭、米花甲青茶。除了这3项之外，讲即个高烧意面嘛，真侪人叫。 点餐了后，头家手无停过，一碗煮过一碗。消费会的意面上肚真济了，过来一时沙底增加风味，变做袂少高雄人一日到暗的选择。另外，佫一定要淋一时肉燥加上鱼酥，一味起袂少民众有肥肉有3白肉燥饭，定定互人食甲真煞脆。觉得速度很快，就是毕竟小吃嘛，但是天很快就可以出。 根据外送平台分析，高雄人上食包顿去的前3名，分别是肉燥饭、米花和青茶。意面嘛有袂少人拢真介意，实际来问看卖，敢真正有这件代志？比较偏南部的口味吧，对，就是锅烧意面可能就是偏甜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又不像吃泡面的感觉。 肉燥饭意面是袂少民众介意的人气王，唔那简单快速，搁食会饱。不过珍珠奶茶乃会互拍败，互青茶摕到第1，相信嘛是袂少人的疑问。跟客人面对你嘴巴还在咬东西，真的是不太雅观。个人会选择清茶，因为清茶一来有提神，然后比较爽口，它就是比较容易解渴。可是珍珠奶茶的话，就是下午茶的选项。珍珠奶茶会越喝越渴，因为是甜的东西。 台湾菜啊，原来是高雄实在是伤热，只好甲珍珠奶茶放煞，选择来一杯清爽爽脆的冰凉茶。即摆上榜的前几名台湾味的在地小食，是毋是伫你的心内嘛是同款的排名？要是有倒一项是你真介意，毋过无伫前3名，相信这个议题嘛已经变做袂少人讨论的话题。